喺廣州芳村，穿過塵土飛揚嘅工地，順住一路大大細細各式指示牌，喺村居狹小嘅道路上七拐八拐，一間隱於深巷嘅火鍋店終於出現。傍晚時分，食客尋味而嚟，店裏面開始熱鬧起身。店裏面主打豬精品火鍋，都仲未搞得明乜嘢係精品，一岳高頭，牆上面嘅菜單已經夠睇花眼。揾咧就捐窿捐罅咁捐入嚟嘅，條路已經係唔係條路啊，爛到話咩咁嗰條路。而家條路俾人食到爽滑嫩，就好似食 M7 澳洲和牛咁，明唔明意思啊？你食過就知㗎啦，又爽又滑。人哋話80歲阿婆都話搲搲嘅。嗱，呢個係你哋嘅過江腸哦。好，我放落去。好多客人唔知道嗰啲乜嘢，我哋都要幫佢介紹下嘅。哦，叉筋一碟。老闆娘郭慧芬，人稱郭姨。除咗坐鎮收銀台，郭姨最中意同顧客傾偈，特別係第一次嚟嘅客人。不過嚟呢度食飯嘅大多數都係嚟咗都唔知幾多次嘅熟客。坐喺度。佢好記住人民名㗎啦嘛，係咪？咁又同啲朋友講好食喎，呢間嘢咁咪又嚟啦，係嘛？有豬叉筋啦、豬腰啦、不見天啦、豬面肉啦、天衣無縫啦，點咗8樣。食客嘴裏面如數家珍嘅呢一啲豬肉部位，令人拗晒頭。食嘅係啲乜嘢呢？只能夠聽創始人華哥講下。嗱，呢個一兩肉，一隻豬就得2個豬肉，多啲都冇㗎啦。係鼻梁2粒肌肉，佢喐動性係最大嘅，因為啲豬食嘢係用個鼻嚟撩嘢㗎嘛，所以粒肉係特別香滑就咁啦。韓瑞華，豬精品美食店掌門人，對豬嘅各個部位都了如指掌，令屠宰場資深員工都為之汗顏。豬天梯，豬嘅上顎就好似梯，金銀滿屋係豬脷上面一大一細2塊脆骨，形似元寶，所以叫豬金錢、豬銀錢。豬叉筋，豬嘅神經線。仲有豬板筋、千層肉、黃喉、大腸、豬腦等。店裏邊大大細細36個豬嘅部位，都係華哥用心挑選嘅精品。要我有我就幫你弄起來可以。可以。我都說怎麼之前也沒有見到你有這個啊。精品難尋，店鋪堅持每日攞2次貨，以保證午餐同晚餐嘅食材都係新鮮嘅。凌晨1點幾，李培堅預定嘅第一批貨已經裝車。以前剛開始的時候是華哥自己去拿貨的，那時候開店的時候是只有幾張台嘛，自己開個摩托車去拿的。以前對豬並冇精細分解，華哥仲曾經去到市場嗰度嚟幫師傅傳授分解秘笈，以求攞到最精準嘅部位。而家喺市場裏邊亦成為咗一種行當。攞返嚟嘅貨，每一樣都要仔細清洗。最早店裏面請唔起工人嗰陣，所有嘢都係華哥同郭姨自己動手做嘅。其實嗰陣時喺度做咧，就係即係冇辦法咯，即係自己屋企嘅地下咁啊，唔使俾鋪租先啦，有飯食先啦。只要你認真做嘢，真心對人，咁樣都有收穫嘅。時光喺2個人身上留低痕跡，但係從來都冇改變佢哋嘅初心，更延續到每一個員工身上。我放晒心啦，而家唔係乜嘢都交代得落噶啦，係嘛？好似自己啲嘢咁做，個個都。豬肉嘅處理過程繁複細緻，但鍋底、
就只係店裏邊每日熬製嘅樸素粥水。看似寡淡嘅粥底，加幾片木瓜，反而最能夠呈現出豬肉嘅鮮甜。食材入煲，水滾之後關火，等肉喺溫潤晶瑩嘅粥水裏面舒展。餘溫嘅浸潤下，熟到啱啱好。豬叉筋有嚼頭，千層肉香甜，豬天梯爽脆，板筋軟糯，豬血就好似啫喱。每個食材都有自己獨特嘅口感，就算盲點都唔會出錯。每日飯點，店裏邊都高朋滿座，第一次嚟食嘅人往往內心忐忑，但中意嘅人自然係上晒頭，喺熱氣氤溫當中放飛自我。用肉香不怕巷心嚟形容呢一間店就最為貼切。17年嚟，靠住食客口口相傳，從只係得5張台嘅店仔，擴張到租低附近幾間房。食客心之所往嘅，除咗精品，仲有呢度濃濃嘅人情味。有今時今日咁嘅成績都係佢嘅功勞。唔係，阿華哥喺後邊指導，指導我哋點樣做，咁我哋夠膽啊老婆，而家突然間咁謙虛嘅你，唉，你都話我乜嘢都唔叻，最叻係揾個老婆叻。7月，珠江禁漁期結束，珠三角嘅漁民開始忙起身啦。中山坦洲嘅郭顯斌趁住週末同媽媽梁群心一齊出海收魚。今日咁多黃魚，黃魚正做係咩時候啊？又唔係呢段時間咁噶，4月至6月都係黃魚做嘅。讀書嘅時候，一放假得閒幫你哋加魚、解魚，好多。嗰陣時候條條又有春啦哦，又好食啊，有嗰種已有嗰種香味。製咗4個月嘅餵食貓喺收網嘅呢一刻得到滿足。不過黃魚又好似比較平係嘛？5蚊斤。大魚有啲大魚。呢個先，呢個季節啊，黃魚啊、邊魚啊、靚魚啊、塔沙啊，樣樣魚有嘅。提前灑落嚟嘅漁網收穫頗豐，其中最多嘅要數呢一個季節最為肥美嘅黃魚。黃魚其實係珠三角地區嘅俗稱，學名花鯽，體質大約有4到6個黑斑，魚身鱗光閃閃。每年春夏之交，生活喺鹹淡水交匯處嘅黃魚就游入近海產卵。清蒸黃魚可以品嘗到魚肉原始嘅鮮甜。當季嘅黃魚油脂豐富，香煎係更地道嘅做法。等魚喺熱油裏邊煎到兩面微焦，灑埋料汁調味就可以。煎過嘅黃魚油脂喺魚肉間流淌，焦嫩鮮美。廣東地區將卵叫春，黃魚卵又被稱為黃魚春。攞出嚟嘅黃魚春洗乾淨，就係坦洲人心中嘅魚子醬。落鑊煎到水分蒸發，柔軟嘅魚春變得紮實，最後再加啲蒜蓉同料汁去腥入味。呢個時候魚子甘香，作為送酒菜就再好不過。炎炎7月，烈日當空都阻擋唔到大家嚟小鎮探尋地道美味嘅腳步。不過吸引佢哋嚟嘅係藏身於水底嘅另一道漁家風味，比黃魚春更珍貴難求。據老人講，坦洲之名源自退潮後露出嘅茫茫灘塗，
灘塗蘊藏美味，農曆6、7月應季嘅蝦辣最為鮮美。咁星期六咧，阿哥啊、阿姐啊，佢哋翻嚟食飯，咁我哋去浸啲蝦辣翻嚟啦。係啦，得啦，俾佢哋結糕咯試下，係啊。哇，今日都有啲蝦辣喎。有加人蝦辣做，點解冇蝦辣啊？6月、10月蝦辣早噶啦，黃魚蝦辣早係最靚噶啦。今年啲蝦辣都唔係好大隻嘅，今年。一年年嘅蝦辣啊！細細個最中意你整嗰啲蝦辣糕。係啊，唔知幾正啲蝦辣糕，又醃又煎又蒸又蒸，係啊。蝦辣係本地水鄉諧音，但此蝦非彼蝦。蝦辣其實係一種生長喺灘塗裏面嘅小型淡水河蟹，學名自文公蟹，專門揾水質好嘅地方自然繁殖。蝦辣經常俾人誤認為係蟛蜞，其實蝦辣嘅外殼顏色偏深，背部凸起，比蟛蜞、毛蟹嘅外形稍扁，殼都會軟薄啲。漲潮時候水底空氣唔夠，蝦辣紛紛游出嚟唞氣，迷迷懵懵就爬咗入籠。夏日捉蝦辣係每個坦洲細路童年嘅回憶。舊年郭顯斌返到村裏面做嘢，有咗更多時間陪伴父母。雖然而家疍家人都搬晒上岸生活，但唔少依水而生嘅傳統依舊保留咗落嚟。家自沙天大一高咯，望見海邊浪滔滔。依家正在蝦辣做咯，眾人食個世界好利咯。6月蝦辣最高峰咯。啲蝦辣啦，浸好擠得噶啦。好，到你咧，到啦。唔夠都唔得。即係一定要浸到佢夠冧身，咁擠落去嘅話，就好似冰淇淋咁。擠蝦辣糕工序繁雜，需要喺冰箱冰凍1晚再解凍。凍咗之後嘅蟹殼柔軟，揭開蟹殼，滿滿嘅蟹膏呼之欲出。2隻手指喺中間一擠，蟹膏脫殼而出。嗰啲公就紅色嘅，乸就黑色膏嘅。哦，你以前擠蝦辣糕係邊個教你？唔使嘅，自己自學嘅啫。我哋做大姐仔啊，唔通你哋家人嗰睇恩嘅嚟。細個係做嘢嘅啦，咁係當家人咁啊。國話你咁大個唔識做嘢啊？真係一直咧要做嘅，勞動人民呢個嘛嚇，咁做冇得食㗎，係要做㗎。品味蝦辣重點唔係肉，而係鮮香嘅膏。橙黃色略帶黑色嘅蝦辣膏最難得，一斤蝦辣只可以擠到1兩蝦辣膏。原隻蝦辣，本地廚師往往將佢油炸，製作成香口酥脆嘅椒鹽蝦辣。而料理蝦辣膏只需要清蒸，蒸好之後嘅蝦辣膏顏色金黃，膏香濃郁，保留咗最精華嘅味道。蝦辣膏炒飯就多咗一份甘香，用蒜蓉將蝦辣膏炒乾，加入蛋黃、米飯、菜心粒炒勻，蝦辣膏均勻包裹住每粒飯粒。出鑊之前撒啲蔥花，撲鼻嘅香味勾人食欲。週末外出工作嘅仔女返嚟團聚，梁群心當然要準備一啲應季嘅拿手菜。喺瀝乾水分嘅蝦辣膏加鹽、蒜蓉等調料，打雞蛋定型，倒入鑊裏邊兩面煎香。煎好之後嘅蝦辣膏柔軟中帶住焦香，蟹膏嘅鮮味填滿成間屋，最令屋企嘅細路念念不忘。將蝦辣揭殼去腳，留翻個身，
撒豆豉蒸熟，就係水鄉經典菜式醃蝦辣。哇！今日啲蝦辣糕好靚啊！好，開飯。食一啖蝦辣糕，祖祖輩輩漂泊水上嘅記憶被喚醒。而家兒孫滿堂，梁群心同先生年紀都大啦，出去捕魚嘅日子越嚟越少，漁舟唱晚同風浪為伴嘅日子漸漸遠去，唯有水鄉獨特嘅風味慰藉住一代代嘅疍家人。美食天堂汕頭牛肉火鍋最出名，但喺火鍋界有啲廚師用秘而不宣嘅烹飪手法，憑借一條魚就俘獲咗刁鑽嘅潮汕食家。傍晚華燈初上，林曉毅同太太林玉玲迎嚟咗今晚嘅第一波客人。有啲年份嘅雪櫃靜立喺門口，砧板前嘅老闆粒聲唔出，眼觀六路，但唔阻礙佢操刀切魚，就好似身懷絕技嘅大俠，睥睨眾生。老闆娘一如既往咁熱情，迎來送往，亦無阻佢用獨門心法揮筆記賬。三人呢，這2萬8，三人粗條大條啊啦，3根橋一條滷水3隻嘛，6根話，由頭裝好呀，揸車而嚟嘅老食客點菜又快又準，全部都係衝住呢一塊幾十年嘅招牌稻龍火鍋而嚟嘅。會燒那個龍，加啲咩？習慣呢啲啦。學緊嘅時候也會講得好。汕頭牛田洋係榕江、韓江嘅出海口，海產品豐富。海邊捉魚捉蝦係林曉毅自細嘅記憶。有燈兩開做啊？2個是。2個是啊。哇哈！看冇就到嚟。有燈就冇得背先啊。冷掉。是啊。純野生嘅稻龍魚並唔容易得到，店裏面每日消耗量大，林曉毅要跑多幾個地方先至可以備足貨。買定夠大，企係夠直，係驚我白能跳。嚟到拎嚟係落長冇條講買料咯，就白能下嘅，有部做到50年。牛田洋鹹淡交界嘅獨特水域，灘塗密布，為稻龍提供咗優質嘅棲息環境。通常嘅種可以栽得好㗎冇，真係你簡單本地啫嘛，上冇見外地種歐星，稻龍嘅叫做辣，叫做金依個隻口如棒，捕回咗嘅時間就咪就個深海。你有講可以就等隨着流水到長海生長。稻龍魚學名中華須鰻，又被稱為豆龍、土龍，習性似蛇，本性係魚，喺陸地都可以生存，係魚類同蝦蟹嘅天敵。因為營養價值高，又被稱為海底高麗參。外表睇似好得意嘅魚，竟以龍為名，冇啲獨特之處，一定好難征服嘴刁嘅汕頭人嘅。將稻龍魚成條煲湯或者炆燉係最傳統而且慳功夫嘅食法。洗乾淨嘅魚，稍稍開刀切斷骨刺，再分段，加入稻種等藥材，煲3個鐘頭。出煲嘅時候，稻龍軟爛，魚香四溢。喺潮汕人眼裏邊，呢個湯可謂大補。潮汕人對食嘅追求從來都冇天花板。面對骨刺多嘅稻龍魚，
30年前，林曉毅同師兄鄭明輝一次偶然嘅嘗試，獨創出火鍋做法。剛時上台冇做東餐，而家做小炒。小炒，沙頭種對嘅。平時係小蛋白做落去喺度焗嘢就買啊你就黐咗啦嗬。好嘅杜龍魚剔除主骨之後嘅肉色金黃，肉厚但通透，魚肉布滿睇唔見嘅肌間刺，想要去除，仲要林曉毅多年嚟反覆鑽研練就嘅化骨功上陣。切魚嗰陣，每一刀都乾淨利落，頻密細切，先至可以既切斷所有肌間刺，又唔傷及魚皮。縱橫交錯，上百刀落去，魚刺分解細碎，竟然令人認唔出魚原來係咩樣。我有這個就未得習慣啦，就愛種頭嘅開始嘅時候，上頭部搞嘅第一頭嘅等幾實高細俾嚟折落嚟，當然啦，我攞咗嚟時。搞上幾十年，我冇能解我。煮嘅時候，魚骨湯打底，放杜龍片灼湯10秒，魚皮預熱收縮，魚肉變白舒展，好似花咁綻放開嚟。一放入口，魚肉吸飽咗湯汁，鬆軟鮮甜，魚皮彈牙爽脆，細碎嘅魚骨似乎已經隱身。點啲特製嘅酸梅醬，中和咗皮下脂肪嘅肥膩，呢種絕佳搭配，食客食咗都話正。除咗獨創嘅杜龍火鍋，林曉毅拿手嘅蛋黃酥雖然係花功夫，亦堅持新鮮自製。豬油片成薄片，撒白糖，冷藏到稍稍凝固。晶瑩嘅豬油片包裹住鹹蛋黃，黐埋蛋液，喺麵粉同麵包糠裏邊翻滾一番，最後入油鑊炸透。鹹香酥脆，喺專賣杜龍魚嘅火鍋店，蛋黃酥變成咗食客必點嘅火鍋特別伴侶。咁多年，靠住用心意志，林曉毅一家嘅杜龍火鍋喺汕頭火鍋界打出咗名聲。師兄退休之後，林曉毅將生意接咗落嚟。今日係林曉毅新店開業嘅日子，招呼親朋好友四方來客，本地宴席特有嘅各式菜品一應俱全。豐盛之餘，自然唔少得林曉毅親自操刀嘅杜龍魚坐鎮。30年前，林曉毅從牛田洋走出去，成為咗一名廚師。打拼當年，兩夫婦選擇返到鄉下開店。呢間匿埋喺鄉村嘅小店，就好似林曉毅自己，只顧踏實用心，自有知音尋味而嚟。